好多老友見仔女在外日日捱苦返工，勤勤緊從不偷懶，卻次次遇上職場小人，背後單位合作對象暗中設局低選，每個月工資到手轉眼就有各種突發開支，一年落去半分積蓄都存唔低。好多父母只會怪仔女運氣差，唔識看人，從來唔會檢查自家客廳財位。今日陳伯講嘅呢個居家真相，係幾十年看宅見證無數次嘅核心重點。家中財位千祈唔好亂堆垃圾雜物，財位撞嘢等於堵住全屋財氣源頭，根基陰度煞氣，順住家宅氣場牽連遠在外嘅晚輩，令佢哋小人真身持續漏財。今日將真實調理案例、財位定位、看貨堆集衍生兩大煞氣原理，全套清理旺財方法毫無保留講晒俾大家。先同大家分享前年親自上門調理嘅第一個真實個案。62歲嘅李伯同老伴住舊式兩房單位，兩個仔都分別去外地打工做零售同文職。李伯生性節撚，覺得客廳入門斜對角嘅空閒角落空浪費，專門擺一個舊塑膠垃圾桶放廢紙廚餘，仲堆滿幾年累積嘅舊報紙、穿爛舊鞋，損壞小型間居，整個財位角落塞到滿腎，常年不透光積滿灰塵，有時隔夜垃圾唔及時丟，仲會滋生雜氣。兩個仔在外混世一年，差嗰一年大仔開小店，經常遇到同行惡意壓價，熟客被人搶走，每個月鋪頭開支永遠大過營業收入，年年入不敷出。細仔公司內部有同事暗中搶走佢手上項目，向上司搬弄是非，升職機會次次落空，仲時常遇上手機壞、車輛維修、親子有借錢唔還等各種無端破財事。兩公婆以為只係仔女年輕唔識處世，買好多招財手鏈寄俾佢哋，屋企亦擺滿銅葫蘆，五帝錢想旺財，地支完全唔見改善。後來透過鄰居介紹揾我上門睇宅，一踏入客廳望到財位，我即刻找到問題根源。整個明財位俾垃圾桶廢舊雜物完全封死，遇祿陰氣囤積不散，財氣入唔到屋亦留唔低。家宅根基聚滿小人煞同漏財煞，遠在外打拼個仔女係家中人丁分支，係湯寶承接煞氣影響。職場是非，年年錢財留不住。當時我同李伯講，唔使花一分錢添置任何法器，淨係3步清理調整財位就能打散滿屋個煞。第一步即日將財位所有垃圾桶、舊垃圾廢紙箱、殘損雜物全部打包清運，半件閒置嘢物都唔准留。第二步，用清水擦乾淨財位牆角地面，掃走長年堆積灰塵霉跡，保持位置乾爽通透。第三步，清空之後唔好再堆任何雜物，只擺一盆細金桔樹維持採光。每日早上拉開窗簾，讓陽光照射財位半個鐘。李伯同老伴當日就完整清理財位，短短1個半月，兩個仔運勢明顯轉變。大仔小店多咗穩定回頭客，同行唔再惡意競爭，每個月都有剩餘利潤存落。細仔公司搬弄是非嘅同事被調離工位，到手2個重要項目順利完成，年末成功升職加薪，每個月都能存低一筆固定積蓄。兩公婆專程買山果燈門，多謝我先至明白，區區一個財位角落堆垃圾，竟然直接拖累遠在外子女，整年財運。人緣再同大家分享另一個上年調理嘅個案，67歲嘅陳阿姨獨自住海外高層公寓，獨子遠赴外地做工程項目。陳阿姨平時分類垃圾揀得每日丟，直接將廢塑膠包裝紙堆在客廳明財位，仲放幾個空置積灰紙箱，囤閒置舊煞，財位常年陰暗無光。獨子在外做項目，次次遇上合作方暗中設穿套，完工之後拖欠工程款，每次到手結算款項，總有各種突發維修、應酬開支耗散，一年落去辛苦賺到嘅錢大半耗損，仲時常被下屬背後打小報告，心情長年
鬱悶電話返屋同下口日訴苦。我遠程指導陳阿姨完整清空嗰財位所有雜物垃圾，清洗乾淨角落，擺一盤虎尾蘭，催旺陽氣。堅持2個月之後，獨子遇上願意提擄佢嘅貴人，合作方準時結清，工程款即場，再冇小人暗中阻礙。每個項目做完都有可觀，盈餘能夠存儲。好多老友同從前李伯陳阿姨一樣，完全唔清楚客廳明財位邊個位置，亦唔知道堆垃圾雜物會衍生2專門針對在外子女個煞氣。今日陳伯先教大家1分鐘揾出自家明財位。所有人返屋企即刻自查，站在客廳面朝大門向屋內望，大門偏左開，客廳最遠右斜角就係明財位；大門偏右開，客廳最遠左斜角係明財位。大門居中開，前後2個斜角都屬財位，優先揀背後實牆無廁所廚房光線充足嗰側側。呢個角落係全屋氣流自然匯聚之處，專門吸納4方正財，在外晚輩貴人運風水。古話講財位，宜靜不宜過，宜空不宜塞。一旦堆放垃圾、垃圾桶、舊雜物、殘損家居，等同用穢氣堵塞財氣入口，衍生第一重小人煞，第2重漏財煞，2重煞氣同步牽連在外打工子女。先拆解第1重小人煞形成原理。垃圾雜物常年堆積，財位會產生制驕陰動氣，高氣5行屬陰，陰氣主是非算計，背後前位家寨根基，陰氣囤積，遠在外嘅子女人計氣場同步紊亂，身邊容易出現善同事、黑心合作商、斤計較下屬。凡事有人暗中拖後腿搶，拱爐散播負面話語，想尋貴人提擄，亦總係中途被小人從中作梗，錯失升職加薪、賺錢良機。好多仔女在外明明能力出眾，卻長年遭人算計，根源就係屋企財位撞之生小人煞。第2重漏財煞對子女財運損傷更直接。財位係全屋錢庫核心，堆積垃圾等同錢庫俾夜密封死，天地間流入屋個財氣無法停留，只能快速外泄。對應在外打工仔女就會出現多勞少得、財來財去格局。無論生意營業額幾高，工資幾豐厚，總有各種意料之外開支設備損壞，人情借貸突發病痛，他人拖欠款項曾出局，辛苦1年落去毫無積蓄，就算刻意儲蓄，亦容易遇上突發事故動用存款，永遠存唔低，屬於自己嘅錢。好多長者捨不得丟舊雜物，懶得每日丟垃圾，將垃圾桶隨意擺財位，覺得只係小事，殊不知日日累積哀陰煞氣，持續拖累遠在外打拼嘅子女。花甲長者作為一家根基屋宅，所有方位佈局都會牽連在外人丁運勢。財位作為財運核心，一旦出問題，晚輩財運人員首當其衝受損。接下來陳伯逐條講清財位5大千萬唔好踩嘅禁忌，每一條都直接影響子女在外運勢。第1大禁忌，財位擺放垃圾桶暫存隔夜垃圾，無論塑膠垃桶、紙製垃圾袋，只要擺財位範圍，過氣日侵會聚財氣場，同步加重小人煞同漏財煞。垃圾一定要放廚房、廁所專屬位置，千祈唔好攞去客廳財位角落。第2大禁忌，財位堆滿舊紙箱、閒置舊衫、穿爛舊鞋、損壞家居、殘舊物件，帶衰敗滯氣，堵塞財氣流動。在外子女做事處處受阻，狀元客源稀少，打工升職無望。閒置不用個舊物，及時丟棄或者收納盡。封閉儲物櫃唔好開放，堆積財位。第3大禁忌，財位雜物堆積遮擋自然光線，財位必須明亮通透。長年陰暗會加重陰氣，子女在外容易情緒低落、判斷失誤、輕信小人承諾，導致金錢損失。每日早上一定要拉開窗簾，讓陽光照射財位。第4大忌，財位擺放枯黃花草、空花盆發霉雜物，枯死植物散發衰氣，財氣遇衰氣直接消散，子女收入持續下滑，
盆栽一旦枯黃，即刻整盆呈走，唔好留枯枝堆財位。第五大禁忌，財位後方唔好對廁所廚房。若財位牆後係廁所灶台，再加上堆雜物垃圾，水火惹起雙重衝擊，晚輩極易遇上工程款拖欠、合作篩選等重大財務損失。若格局無法更改，務必清空財位所有雜會，掛一幅細幅圓形山水畫阻隔和氣。講完五大禁戒，陳伯分享零成本財位清理，長期維護旺財佈置全套步驟，所有老友自行操作，完全唔使花錢。第一步，全面斷捨離淨化財位，分三類嗰啲物件，一次性清運。第一類，所有垃圾桶、隔夜垃圾廢紙、塑膠包裝廚餘雜物，絕對唔准擺放財位任何範圍。第二類，舊紙箱閒置多年唔會再用嘅衣物、破損街區、斷裂飾品、發霉雜物，全部打包一次性丟棄，唔好分批囤積。第三類，枯黃盆栽、空積灰、花盆殘敗之近，連花盆一併清走。清理之後，用清水擦實財位地面、牆角櫃邊，掃淨所有灰塵霉跡，確可角落乾爽無耗過。第二步，日常維持財位旺氣習慣，每日早上7點至11點陽氣最純淨時段，打開窗簾讓自然光充分照射財位半個鐘。每3日簡單清掃一次財位灰塵，分類垃圾當日打包丟棄，絕對唔好暫存客廳任何角落。每半個月全面檢查一次財位，唔好不自覺堆積閒置雜物。第三步，財位正確旺財佈局規則，清空雜物之後，保留大半空曬空間，只適合擺放1至2盆。四季常青圓潤旺陽植物，休下金桔樹、虎尾蘭、富貴竹呢類植物生生不息，持續催旺財氣。庇佑在外子女遠離小人，正財穩定。千祈唔好擺仙人掌、虎刺梅等帶尖刺品種，尖刺產生尖煞加重，職場是非可。財位下方可以放1寸五帝錢，穩固錢庫。每月初一添新米嘅米缸，唔好擺財位正中央，擺放側邊位置即好。財位燈光優先選3000K 暖黃台燈，陰雨天每日開2個鐘補充陽氣，驅散潛藏陰毒野氣。好多老友會疑惑，只係清理財位垃圾雜物，唔使買昂貴招號彩盒晚，點解能夠同時化解子女、小人煞守住玩把背財運？風水核心講氣順則財聚，氣滯則財散。客廳明財位等同全家共用錢庫同貴人入口，堆積垃圾雜個就如同錢庫被淤泥堵死，貴人通道被雜物封閉。陰毒惡氣滯留，衍生小人漏財兩大煞氣。透過家宅根基氣場，亂動遠在外嘅子女，令佢哋人緣財運雙雙受損。好多長者花大價錢買貔貅水晶洞招財，擺件想幫仔女旺財，卻依舊財運阻滯，小人不斷。根源就係唔清理財位嘢雜，一邊擺招財物件，一邊堵死財氣入口。再多旺財法氣都會被陰煞抵消，本末導致永遠無法改善晚輩在外運勢，特別係花甲長者，大半輩子辛勞，只盼仔女在外平順，傳到積蓄，卻因為忽略財位堆垃圾細節，令子女常年捱小人，無端破財，白白浪費多年打拼機會。陳伯再同各位老友整理維持財位乾淨旺氣簡單守則。每日堅持就能持續庇佑在外晚輩。第一，財位永遠唔好擺放任何垃圾桶、隔夜垃圾、廢棄雜物，當日清走唔囤積。第二，財位保持大半空曬通透，唔好用紙箱9家居室滿遮擋光線。第三，定期修剪財位周圍盆栽枯葉、枯萎植株，即刻替換，唔好留衰敗物件。第四，每日固定時段採陽照亮財位，唔好長年密閉陰暗。第五，財位只擺簡單常青旺陽植物同五帝錢，唔好堆大量雜飾品、閒置雜物。最後，陳伯同各位花甲老友講句真心實在個說話，作為屋中長輩，打理好家中財位，唔止係旺自己，更係守住在外打拼仔女個財運人緣。
唔使動工，唔使花錢，只需要花少少時間清理除毀垃圾雜物，打通全屋聚財氣道，驅散囤積多時嘅陰毒小人煞，漏財煞一來屋內陽氣充盈，自身小病痛跡痕足；二來遠在外嘅子女職場小是非暗算，遠離黑心小人，收入穩定，唔會無端耗散，每年都能存低可觀積蓄。居家風水從來唔係虛幻玄學，只係順應天地陰陽氣流規律，守住家中聚財核心方位，清除野雜煞氣源頭，財位乾淨通透，財氣源源不絕。在外晚輩自然少小人少鋪財，自擾財運一路平順。從今日開始，大家即刻返屋企揾出自家客廳明財位，但凡都有垃圾桶、舊垃圾廢紙箱、枯花草雜物，即刻安排時間完整清理，堅持一段時間就能親身感受到遠在外仔女個人緣財運明顯好轉，窩仔女在外安穩賺錢，積蓄佔口，就從整理客廳財位呢件小事做起。